贵综合病院耳鼻喉科的医师蔡建生表示，根据统计，台湾慢性鼻窦炎的盛行率大约是15%到20%。过去传统的治疗拢是先靠药物的鼻喷剂、类固醇等，但效果无好，才需要考虑手术。对过去的外开手术，到近年来内视镜微创手术，现在贵综合病院还佫引进电脑断层、立体定位导航的辅助系统。和鼻窦内视镜的手术更加精准、加安全。鼻窦的手术大概跟过去早些年的这个所谓传统外开手术已经不太一样，都是用所谓的内视镜下去做手术的部分。好啊，但是就算用内视镜下去做手术，事实上我们都还是有一定并发症的一个比例。那鼻窦因为解剖位置比较特殊的关系，旁边就有眼窝跟后面颅内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也是比较怕在手术的过程中，万一迷航就会伤到这两个地方。那随着科技的这个日新月异，目前我们在郭仲和医院也引进了这个所谓的电脑断层立体定位导航的这样的新的技术，可以辅助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及时的去做进一步的解剖的定位，那就可以增加我们手术的一个所谓安全性以及精准性。有了这套电脑断层立体定位导航，让医师会用在手术前，依照电脑断层3D 的模式，在手术中会用及时定位手术的器械。甲周边解剖构造的关系，互误差的范围缩小到1到2厘米，而且健保还有部分的给付，互患者会用的唔免到医学中心，嘛会用的享有医学中心的手术水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